国没有人身安全，有基于暴力、警力和军队的暴行来统治的中国，警察恐怖主义遍布全国。中国警察不分男女的对自己的人民实施暴力，但是只有1/1000的暴行才能记录下来。这个场景展示了我们所说的，在中国没有安全保障。一名正在步行穿过步行道的男子被一辆车撞死，而没有人注意。安全摄像头记录了这个场景。第二届丝绸之路和维吾尔族研讨会。第二届丝绸之路和维吾尔族主题战略研讨会举行。维吾尔研究所在东突厥斯坦问题的战略分析和谈判框架内举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和维吾尔族研讨会于昨天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被解职。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连在总理特鲁多的要求下辞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昨晚我要求并接受了麦加连辞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职务。美加出动多架战机应对俄罗斯轰炸机，2架俄罗斯图160远程轰炸机接近北美领空，美加方面对此出动多架战机应对。北美航空和太空防务司令部星期五早上表示，加拿大空军已确定2架俄罗斯图160型黑鹰对战略轰炸机进入巡逻区。也门平民受到了炮击。在也门西北部哈哲市发生的袭击难民事件中，有8名平民被杀，30名平民受伤。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员格兰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位于哈哲市哈拉德镇的一处流离失所的人居住的难民中心受到了炮击袭击，事件中8名平民被炸，造成30名平民受伤。